獨有事件持續延燒，機會國民黨團成員再次強烈批評，第一時間教育答覆無學校受衝擊。不過教壇已經產生3間傳承業者用過問題藥品，有21間學校營養午餐受影響。加上中央官員教導無人道歉，竟賣講要落台，後面將印象上深的，竟然就是唔通食雞排。議員借此嘛是要凸顯台南衛生局的檢驗中心的專業設備甲能力敢是不足，要求添購食安儀器，定期主動抽檢，鎖定食安風險的空窗期。看後壁查出來，10幾間的廠商都用到毒油，那這些毒油吃到小朋友身體裡面造成的所有的傷害，到底他都講什麼人要來承擔？不是別人家孩子吃都死不完了。講這句話很心痛，這麼多小朋友，我們教育局、我們市政府給他們的是什麼？是營養午餐，還是讓他吃毒油長大？咱的囡仔、咱的某囝、咱的4大人的健康，敢是任何一個行政官員下台可以代表這一切嗎？這個才是百姓所要聽到的哦。我們是不是呼籲我們的市府在這個方面提升我們的檢驗量能，不管是在我們的儀器設備以及我們的專業能力方面去提升。我今日重點就是講，愛咩，莫改成咱台是大家攏輸人，攏是人報人咱個知。啊，即馬我甲你電工對開，像較早講國中無半斤，我即馬佫走出來。對此，衛生局強調，目前查到的公布教導及檢驗中心是中央甲地方分工，要整個儀器除了需要品管、考量產業的成本，也需要中央同意，敢將詳細評估。今天建置7600的成本，我要再去收別人來做，別人也不會給我做，別人會去找6500的，不會找7600的。那所以這一塊的話，感謝議員們的指導哈，後續我們會再來評估。會中教育嘛回應，在油品事件也未完全查清楚進程，請學校暫停選備中聯等中下游廠商的油品。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